等我話你知，自從我用咗呢個 AI 工具之後，我已經好耐冇再自己錄音啦。你有冇諗過今時今日 AI 嘅聲音已經可以輕鬆複製到你本身把聲，甚至逼真到連你自己都分唔出呢個功能叫 Voice Clone。你只要錄幾句自己把聲，再交俾 AI 做訓練，佢就可以學足你嘅聲線、語氣，甚至情緒變化。你睇下呢啲片呢，全部都係揾 AI 幫我整出嚟嘅。咁用咗整廣告啦、旁白啦、教學片呢，真係節省咗我超多時間。而且成個過程呢，幾分鐘搞掂，唔使錄音室，唔使剪聲，直接出一條自然得嘅，仲有我通嘅配音。想知當中技巧同埋我用緊邊個 AI 工具，留言 Voice，我送你詳細教學。其實呢幾年我兜兜轉轉都做過幾樣嘢嘅。今年年頭我上咗文恩晴老師嘅 AI 課程，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之後呢，我就開始不斷研究唔同嘅 AI 嘅應用啦，同埋工具。近排文恩晴老師成立嘅香港 AI 培訓學院呢，嚟緊我都會開班教 AI，咁希望可以幫更多人將 AI 應用喺自己嘅生活同埋工作入邊嘅。我哋學院定期晚上都會搞 AI 講座啦，有興趣了解多啲啦，可以睇下低條連結，話唔定可以俾你自己多一啲嘅選擇同方向。呢條片係全 AI 生成，無論養聲都係 AI 整出嚟嘅。遲啲再拍翻條 reel 咧，教大家點玩。